根据统计，全台湾目前有13万个精神障碍患者。过去这病患常常会让人点油做记号，造成因生活的不便甲困扰。卫福部的官员甲立委今仔日有去参加一场支持精神病友回归社区生活的活动。有讲到未来政府会积极来扩建自立生活支持中心，透过病友互相支持，各有社福机构持续来关怀，帮助因会当稳定病情，重新伫咧社会好好过日子。多元支持社会共好。根据统计，台湾有超过120万人领身心障碍证明，其中属于精神障碍的患者有13万多人。精神障碍病友除了接受治疗以外，要伫咧日常生活融入人阵，避免去互打飘啊。除了家属照护以外，透过社福团体积极协助，嘛是一款方式。同时支持生活自立、社区融合之外呢，专业人员的一个投入也很重要。我们专业人很多都在医疗，但是医疗对于精神病人，他到底需要什么，家属需要什么，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培力。不过，社会有不少人会惊精神障碍的患者，亲像2021年9月，屏东一个超商的女店员是去互有思觉失调症的查甫攻击目睭，当地民众对嫌犯服刑了后回来社区是真反对。卫福部强调，要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再发生，政府未来积极设服务据点，让精神疾病的患者会当有周济的照顾。透过医疗介入，稳定病情，才是根本之道。我们也会积极的布建我们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跟我们的社区自立的据点，协助我们的化病这个病友，然后可以在社区有尊严的自立的生活。如果说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有一些风险的行为，譬如说自伤或是伤人会符合强制就医精神卫生法的一个准则。强制就医之后，还会有强制住院的一个目前的行政的流程。卫福部表示，政府去年有加设48台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给民众咨询。未来嘛，伫咧各地加设更较侪自立生活中心，陪伴精神障碍患者更较早回来社会。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